到癱瘓嘅病人都可以照顧自己。翻嚟最後一節嘅新聞啦。內地公共事業每逢加價咧，都會舉行一個聽證會，聽下市民嘅意見。咁但係近年呢一啲聽證會咧，就俾人話係加價通知會，因為無論民意係點，最終都係要加價㗎。由駐廣州記者陳嘉欣講下。呢個聽證會討論唔少廣州人關心嘅加電費問題，不過有市民話其實唔使聽已經知道結果。你睇下，每一次聽證完佢都係加，冇第二條路可走。政府聽市民對公共事業好似電費、車費加價意見而設立嘅聽證會制度運行多年。不過近年聽證會被指係聽障會，即係話政府唔係聽市民嘅意見，而係市民聽政府宣佈加價。會議一般會提供2揀1嘅方案俾與會者去選擇，但係2個方案都係加價，變相係冇得揀。而與會者嘅代表性亦都備受質疑。淨係呢個消費者代表就10個，低收入人士就1個，多數都係嗰啲白領啊。嗰啲咁嘅有學問有知識嗰啲，咁多數都係嗰啲。過往聽證會多數由25個人去到30個人組成，當中政府部門要求加價機構嘅代表、人大同埋政府委任嘅學者，加埋超過一半，多過消費者代表。而部分消費者代表更加係嚟自加價機構嘅子公司。歐伯話：由於市民代表同埋旁聽代表都需要以先報名後抽籤形式進行，而且名額有限，佢每一次都抽唔中，所以唔能夠嚟到呢度監場同埋表達意見。當局總結聽證會成員意見嘅時候，會提供5個選擇俾佢哋，包括完全同意、基本同意、部分同意、部分唔同意同埋完全唔同意。只要方向有過半數人傾向同意，就會獲得接納。有參加過會議嘅市民話，政府喺會前會做大量嘅游說工作。問下你啊，你對呢個有咩意見啦？咁針對你嘅一啲睇法呢，佢可能做啲說服工作，咁使到呢呢個反對嘅聲音呢盡量少咯。佢就灌輸咗好多嘢呢，你係喎，你如果唔加價呢，佢就會蝕本㗎喎。佢其他其實喺其他地方能唔能夠節約成本呢？佢就冇引導你去諗呢啲問題。佢認為加價嘅事宜應該交由有民意基礎嘅人大代表去